山丘上的約會。呱呱每天吃過早餐，都會在門口等郵差先生送信來，然後坐在秋千上讀信。就是他一天中最期待，他也最快樂的時間。他家的櫃子旁邊有一個漂亮的袋子，裏面裝滿了信，都是寧寧寄給他的。寧寧是呱呱的筆友，他每天都會寫一封信給呱呱。告訴他很多有趣的事情，可是他們從沒見過面。呱呱每次讀信的時候，都把寧寧想像成一位美麗溫柔的小姐，寧寧則把呱呱想像成一位高大英俊的先生。有一天，寧寧忍不住了，她很想見呱呱一面，就寫了一張邀請卡給呱呱。星期日到了，寧寧一早起來就很忙，有打掃，有插花，還親自焗了一些美味的曲奇餅。呱呱洗了個香噴噴的澡，穿上新褲子，換上新褲子，又打了紅領結，照照鏡子，就滿意地出發了。約定的時間快到了，呱呱急急地趕路，寧寧也飛去赴約了。寧寧很快到了山頂，左看右看，卻看不到呱呱。這時呱呱正努力地往上跳，太陽伯伯也往西移動了一下。